根据美国上新的研究，全世界生囝率正在降低，到2050年，有75个国家人口数会倒休。英国这场红婴仔用品展场亲子互动真温暖，毋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加评估研究所 IHME 发表伫赤高尖期刊上新的研究，讲全球出生率当伫降低。2021年，差不多一半的国家生育率比替代水平较低，致使人口萎缩。这个比例伫2050年会增加到75%，2100年会达到97%。到时阵，差不多所有国家的人口拢会减少。这种转变的原因真济，包括女性自主提升、加幼儿经济负担这些条件，拢关系真大。That means people are having children later, but having like significantly lower numbers of children. And, it's called the baby strike here in Africa, Indonesia, Pakistan, Bangladesh. The discussion there is more about being able to realize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 虽然所有国家的生育率拢伫降低，毋过无平均。高收入国家囡仔减上济，面临人口老化加劳动力降低。产出国家是维持高生育率，是全球主要人口增加的来源。全球的新生儿会愈来愈集中伫面临极端气候、资源不足、政治无稳定、产车加死亡率影响较悬的地区，重新配置全球经济加国际力量平衡。其他的人口专家是表示，这项研究是大概趋势，也有真侪变数。另外，人口减少无一定拢是歹代志，至少环境甲粮食的负担会减轻。Do we have to maintain our population size? Population densities,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sizes.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population compositions and needs. So I think my first question would be to stand back and say, is shrinking populations a problem? 专家较早发表伫赤高尖期刊的预测讲，世界人口会伫2064年达到高峰大差不多97亿，2100年下降到88亿。另外，到旧年的人口展望，而且世界人口伫2080年达到104亿的高峰。未来几十年来，人口数量降低是无法度避免的，各国必须量早因应地缘政治甲经济社会冲击。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